詞語一，專業，專業。二，互聯網，互聯網。三，限制，限制。四，溝通，溝通。五，規劃，規劃。六，專題研習，專題研習。七，擴闊，擴闊。八，視野，視野。九，專注，專注。十，解釋，解釋。11，緊密，緊密。12，儲存，儲存。13，證實，證實。14，欣欣向榮，欣欣向榮。課文第一段，用開引號一網打盡刪引號這個成語來形容互聯網，逗號，最貼切不過，句號。通過互聯網，逗號，我們能夠開引號捕捉刪引號整個世界，句號。不信？問號。看看互聯網怎樣幫助我們跟世界接軌，句號。第二段，從香港發電子郵件給海外的親友，逗號，一眨眼對方便能收到，句號。如要見其人，逗號，聽其聲，逗號，只要通過電腦視像鏡頭，逗號，就可以跟對方在網上聊天，逗號，即使遠在天邊，逗號，我們也會感覺對方近在身旁，句號。大家可以不受時間、頓號、地域的限制，逗號，自由交往，逗號。世界成了一個開引號地球村，刪引號，句號。互聯網改變了人們的溝通方式，逗號，讓人與人的距離縮短了，句號。第三段，讀新聞，頓號，看電影，頓號，聽音樂，頓號，玩遊戲，逗號，我們在網上已經可以做到，逗號。至於購物，逗號，我們也可以在開引號網上商場，刪引號，使用開引號電子錢包，刪引號，句號。我們甚至可以利用網上實景地圖，逗號，規劃旅遊路線，逗號，瀏覽異國風光，句號。互聯網讓我們的生活更方便，逗號，更豐富多彩，句號。第四段，今天，逗號，閱讀電子書，逗號，上網做家課，逗號，或者安坐家中通過互聯網聽老師講課，逗號，跟同學進行即時答問和討論，逗號，已成為重要的學習模式，句號。從前做專題研習，逗號，要到圖書館去，逗號，在書海中查找資料，逗號。現在我們不單可以在互聯網上查閱世界各地的資訊，逗號，還可以利用網上字典或翻譯工具，逗號，打破因為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學習障礙，句號。此外，逗號，互聯網上有不同專業的人士可以當我們的老師，分號。在討論區上，逗號，
可以跟網友研究感興趣的課題。句號。互聯網讓學習模式起了很大的變化。句號。第五段，總的來說，逗號，互聯網破折號，這將覆蓋全球的羅網破折號，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。逗號，是豐富我們人生頓號，擴闊我們視野的好工具。句號。